各位亲爱的台南爱陶瓷的朋友，你好。今天呢，我们沿着台17到七股来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要带您去拜访一位非常重要的艺术家。我想每个朋友您都知道，台南有一个奇美博物馆。奇美博物馆的上面呢，有一个荣耀天使。对的，我们今天就是要带您来拜访这位艺术大师杨明忠老师，他就是奇美博物馆荣耀天使，帮助许文龙先生完成这个艺术作品的重要的艺术家。您想想看，天使在天上飞，而我们今天呢，竟然要来到制造天使的艺术家的家，这不是一个很美的爱的迫降吗？来吧，我们来看看艺术家的家。嘿，杨大哥你好！大哥你看啊，你这个地方是 Bird House Studio， 这什么意思呀？鸟屋工作室哦，鸟屋工作室就是我工作室的名字哦，了解了解。因为我的工作室有4、5栋小屋，构成，所以小小的房子像鸟屋一样，所以取名叫鸟屋工作室。哇，真的感觉很有趣耶！我们跟着大哥一起来进入我们的鸟屋工作室，一窥究竟吧。好，来前进。哇！杨大哥，您这边真的是一幅世外桃源嘞，好美的一个艺术空间哦。你可以给我们做一点介绍吗？好像总共有3个很特别的一个区块哈。这个空间由3栋建筑构成哈，然后这一栋是展览空间，还有我们的生活空间，然后前面那一栋是水屋，它是我的画室，然后这一栋问寮，它是雕刻工作室。这问寮很特别，它的造型好像特别的跟这个渔翁生活有关系。对，就是取自于渔翁旁的探耕寮。探耕寮就是古代的他们的造型，对，然后他们要去那个在渔翁上面，然后架一个小小的寮，然后去看那个晚上会够渔翁啊，够渔翁啊，探耕寮，所以就地取材。所以你就把很多海的元素呢放到你这个空间里头。那你刚刚讲那个水屋哈，它主要是画画的地方。对，画画了，那是我的画室。就是画室。因为以前水屋是盖在水旁，那现在渔翁已经填起来了，所以还是它的名字还是叫水屋，水水的厝叫水屋。了解，所以把那个水的元素啦，你看探耕寮也是我们讲渔翁呢，很多海洋的元素放在里头。那其实很特别，是你这边有好多的雕塑，好像就跟你的生活花园放在一起。对，因为这些雕刻是在我从事创作这30几年来的。有一些部分的作品了解。所以有一些是模型，有一些是成品。像这个就很特别哈。这一件是海洋之梦。海洋之梦，它是用水泥做成的。对，这个跟这房子一样的久，已经20几年了。所以是最原始的一个物件了，最早的作品。那里面我看到你还有很多的雕塑哈。对。然后它基本上都应该是你在这里还有一件白色的大理石雕刻。这个是大家很喜欢，好像它很多地方它是一朵花绽放，绽放，它的题目叫绽放哈。它是一朵盛开的花朵哈。了解。那这些好像也有很多都是您在那个以音乐为主题的一个雕塑的创作。对，我喜欢音乐为题材的创作，雕塑创作。这个是二胡，然后有看到有些拉提琴的，那里有一个 double bass 的小男孩。了解。所以其实音乐的元素呢，在这个花园中，其实可以跟那个鸟语啊，跟那个花香啦放在一起哈，这感觉真是非常非常美的地方。那这样的一个地方，你看草坪又这么样漂亮，你是建构了多少年啊？已经大概25年左右，然后就慢慢的一个一个给它成型。对。所以最早就是这一栋，对不对？这一栋。这栋里面你刚刚讲说有你的展览空间。有展览空间。那我们要不要进来看一看展览空间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呢？好不好？好。哇，这个紫色的花哈，我看大嫂很喜欢，所以家里都充满很漂亮的紫色的绿。请进。好。这里是我的展览空间。哇，这个空间有很多雕塑跟很多的画画作品哈。这是我的芭蕾舞系列的作品，舞动芭蕾哈。那这个呢？哇，
这个也是一个，这个是美女跟人物习作，人物的习作，人物习作作品。还是要这个很多有些是音乐的雕塑哈。这一件作品叫礼赞。礼赞，礼赞。那这个绘画也很特别哈。这个是我新的作品，叫我心中的太阳。哦，心中的太阳，我心中的太阳有一系列的圆形的。油画创作。那这个部分是有这个很特别的这个雕塑，这个雕塑里面这件是天使心情。哦，天使心情。天使的心情。了解，因为我知道，其实，在西方有一个飞翔的天使，然后呢，天使有一个羽翼呢，把它给遮蔽起来。它是新的尝试，我用铁丝缠绕。当成它的翅膀哦，了解了解，所以是复合媒体的所产生的一个雕，很好，很美的一个雕塑。这个杨大哥的一个美女呢，或是人物的雕塑，充满了一种我觉得很宁静祥和的感觉，让人非常的喜欢。那其实你从开始这个从事雕塑绘画到现在，有一系列的很完整的一个作品，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作品墙？好，这边。这里是我的公共艺术创作的作品墙，整个作品很完整的记录在这边。我看到了，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荣耀天使你的制作的过程哈，对不对？在泥塑的时候，这已经换成铜的时候。那这里面呢，其实有很多都是大家还蛮耳熟能详的哈。那大概你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几个创作比较重要的作品，好不好？好，这里最早有台南市政府的永生的凤凰，然后有台南高工的紫离至善，这里是鸿运文创的铜雕哈，还有都会公园，都会公园非常有名的，对，有文化中心，台南市文化中心，台南市文化中心的那个铜心，铜心，对，然后还有呢，其实那个圆形的那个也是我们大概都耳熟能详的，最上面那个日出哈，这一件是在台南二中。日出您以前是那个旭日东升，旭日东升就是之前您是那个二中的这个我是二中的校友，所以为二中创造了这个其实具有代表性的一个雕塑品就对了。那这里面的雕塑品呢，大概总共跨年有多久呀？这个已经有30几年的，最老的作品有30几年了，有30几年的历史哦。最早期的作品大概是哪一些呀？最早，我可以找一下哈。这个在圣公理中的图书馆，这个在体育公园，了解，都在台南市，其实留下了很多很好的公共艺术的作品。那最近的作品大概是哪些？最近的作品就是台南高工的这一件止于至善。止于至善，替台南高工的校园中呢，学生呢做了一个很好的公共艺术的雕塑。那其实呢，除了这个作品墙之外，我看这里面你还有很多非常好的一个油画，有以七股地区呢为主的一些的油画的题材，有在国外，特别这个大家很喜欢的，看着就很赏心悦目。这是在哪里这个画的一张的油画？我在有一阵子在法国亚维农，亚维农普罗旺斯的地方，亚维农画的。所以下面的建筑物是一个亚维农，然后呢一个。还是带一点音乐的感觉哈，对，放到亚维农的音乐季、艺术季哈，给你感觉真的是非常的美轮美奂。因为这里面你还有把一些，比如说像您刚刚讲那个台南高工它的雕塑品做了一个公共艺术模型放在这里，所以来到这里呢，其实各位可以参观到，大致上去了解我们今天这个杨明忠老师呢，他的许多的艺术啦、雕塑啦、绘画的一个创作。但是还有一个创作，我们大家非常喜欢，事实上是给安平的祝福。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吗？好，可以在这里。这一件是公共艺术和敬平安的，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对，就是对安平的祝福。以安平风师爷为题材的一件大理石创作。那这个大理石的创作，1、2、3、4、5、6、7、8、9、10，为什么选这个数字还有这个造型啊？因为实践代表足够的力气，足够的力气，足够的保护。了解，也有十全十美的意思。那这个造型很特别所以它是那个取材自那个安平屋顶上风师爷的造型。风师爷是在保佑和敬平安，保佑大家都能够安康的，所以有一个祝福的意味在那里。所以你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当时是主要是为安平人而做的吗？
对，这主要是因为以前我住在安平嘛，所以就当地取材，在当地取材，就是用安平的元素来创作。哦，了解。那其实我想这样的一个祝福呢，也是杨大哥带给我们所有喜欢他艺术人的很好的一个祝福。我一直觉得我很喜欢杨明忠老师讲过一句话说，艺术不是摆在博物馆，艺术呢是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刚刚走读了一下他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空间，不管是他的雕塑馆，不管是他今天给你展览的画室，还有我们想这个给我们带来很多祝福的这么样的一个雕塑品，我们会了解这个作家心中事实上充满了许多爱与喜悦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么样的一个空间认识里面，我们也看到一个艺术家非常美丽的心灵。所以杨大哥，我们待会坐下来，再来好好聊一聊您跟您的艺术生活，好不好？好啊。好，那我们就一起走吧。